數以千計嘅效果聲㗎。而工作人員咧就會按唔同嘅劇情需要咧選擇適當嘅音響效果㗎，撳個掣就得㗎啦。佢哋除咗用電腦做效果之外咧，有陣時仲會用人手㗎，好似又或者咁都得。呢度有好多古怪嘅道具㗎，可以做出唔同嘅效果聲，你哋聽唔聽得出咧？配音組有完善嘅器材，仲有一班半幕前半幕後嘅功臣。冇錯啦，佢哋就係咧聽聲不見樣嘅配音員啊！ TVB 配音組有70位配音員，其中52位配音員係粵語配音員，18位係國語配音員。佢哋每年咧大約為4000小時嘅節目配音嘅，認真唔簡單㗎。好，行了，可以進去了。阿 Miko，阿莊共你唔係連配音你都想做？想㗎，不過我唔識喎。你唔識啊？唔緊要，你識佢哋咪得咯。其實咧，我好佩服啲配音員嘅，因為佢哋扮大人啊、細路啊、老人家，即係扮乜似乜㗎。咁其實想請教咁多位啊，有咩技巧可唔可以教我哋兩個咧？勝哥講先嚟講，係啊，最尊重就係你啦。口齒伶俐啦，口甜靈活啦，反應快啦，反應快。有六世高識講廣東話啦，我哋唔講。間中最好都識埋少少普通話、英文啊，咁啊更好啦。我覺得天祥，我聽到佢哋把聲，我已經哇迷晒佢啦。但係我知道你哋通常咧，一人都要飾演唔同嘅角色，一人分飾幾角。試過最犀利一人演幾多個角色咧？一次過裏邊。一次過裏邊，我就成日自己同自己講嘢咯。係試過男又得，女又得咯。係啦，咁其實你哋平時咧要配好多唔同嘅角色啊，咁你哋嘅經驗喺邊度嚟嘅咧？生活經驗咯，生活經驗。咁俊哥你扮得最多係咩啊？即係細路仔啊，或者老人家或者大人？乜都做嘅噃，都做，20零到60、70都做嘅噃。咁你老咗啲，我6歲開始做㗎，做到80歲都做㗎。我哋幾都做㗎，BB 都照做㗎。邊犀利？